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坤高高共合法，我係民族。今天呢，Andy 要來做兩出料理，很特別哦，算是我們高雄米濃嘅特產，也就是這個鴨臉呢。到底鴨臉呢要怎麼樣炒，怎麼樣煮比較好吃呢？待會民族來教大家嘍。今天我準備一個很棒的配角，就是我們的鳳梨豆醬。这个也是高雄的特产哦。顺便教大家讲一下，刚才一直提到这个野莲呢，是高雄美浓的特产。高雄其实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客家话哦。高雄客家话就是高雄，高雄。在家里的时候，不管到哪里都常常会用到这个盘子。盘子的客家话呢就是盘呢。好，我就把野莲放下去炒喽。炒一下下之后呢，我稍微让它有一点点水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放刚才说最棒的配角就是凤梨豆酱，点下去就很有味道了吼。最后面呢，我们要来学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野莲是高雄美浓的特产。这句客家话就是鴨蓮係高雄美濃嘅特產。好，我现在要来上菜了。到底我做这个炒野莲好不好吃呢？今天欢迎到的我们的试吃员是我们的阿六狗，给你品尝味道，给你独享喽。独享，这么好。还 OK 吗？好吃，好吃哦。其实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教观众朋友挑战是讲这句客家话：野莲是高雄美浓的特产。鴨蓮係高雄嘅特產。高雄米濃。哦，高雄米濃嘅特產。沒錯，鴨蓮係高雄米濃嘅特產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其实这个野莲真的是它的出产地，就是唯独限定在高雄美浓，而且明珠我亲自去爬过，真的是非常的难拔，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要来学习一些今天认识的新的词汇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高雄，高雄，高雄。第二个呢就是盘子，盘呢，盘呢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野莲是高雄美浓的特产，鴨蓮係高雄美濃嘅特產，鴨蓮係高雄美濃嘅特產。哇，讲到这个野莲呐，真的是爽脆清甜，非常的好吃。好，下次自己也来试试看做料理了。下次见，拜拜。